嘛是意外，这是国道1号路南滨镇系统这个路段地站发生2件车祸，造成7架车受损害，有9个人轻伤，送上病院。日暗时5点57分，国道警察接到报案，伫国道1号路南64.2公里滨镇路段发生2件事故。第一件事故是大货车撞杀头前4台小客车，造成其中1台小客车车顶4个人轻伤送医。大货车驾驶骹手挫伤，另外1台小客车车顶3个人轻伤，另外还有一个伤者无挂号，好佳在伤者拢无性命危险。第二件事故是2台小客车对撞，无人受伤看医生。国道1号南向64.2公里处发生一件6车连环追撞事故，现场统计为8男1女受伤，其中3名男性疑似有骨折的情形，所幸无人受困，生命真相皆稳定。事故占用内侧外侧车道甲外侧路径，警消出动8车23人去救援。初步调查，第一件事故是大货车疑似无注意头前的状况，撞上头前4台小客车才出代志。第二个事故是小客车驾驶疑似无保持安全距离，所对撞头前车，驾驶人酒测值拢是0。确实车祸原因，还佫由警方来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